信徒专神桌，专神桌，就好像专教一样。祈求消灾保平安。这里东山地心寺，迎佛祖，迎观音佛祖的日子，农历正月初10，从前一天晚上11点半然后观指岭火山碧云寺，迎请观音佛祖的佛像，回东山地心寺。现在已经快1点半了，在庙内虔诚信众钻过神案的，钻过神案，就好像钻下去一样。地心寺开基祖师，屠宰场文兴宫，清水祖师宫，东山地心寺开基祖师，清水祖师宫。虔诚信众钻那个神案，钻那个神案，钻教堂，要消灾保平安。没有法师在现场，这条法师在现场。弄到底。